Hello，大家好，多謝大家收睇 Joy to Travel。今次要帶大家衝出亞洲嚟到巴黎米芝蓮街嘅發源地嚟食老字號米芝蓮3星餐廳 Pierre Gagnaire。鍾意法國菜嘅朋友應該對 Pierre 唔會陌生，因為以前喺香港文華酒店頂樓有間法國餐廳叫做 Pierre，而家變咗文華廳。我記得小時候屋企人帶我嚟食過幾次，畀我開下眼界。從此我就鍾意咗 Pierre 嘅法國菜。Pierre 設計嘅餐單完全顛覆咗我對傳統法國菜嘅睇法。好多人以為法國菜一定係好肥膩、好重口味，好似其他法國名廚 Joe Robuchon 用好多牛油，食2啖薯蓉就已經飽晒、頭晒汗。食過 Pierre 主持嘅法國料理之後，就畀我知道原來法國菜可以做到好創新，又 light 又好食。千里迢迢嚟到巴黎，梗係要去 Pierre 自己親自主場嘅餐廳啦。今次我就做咗孤獨的美食家，單人匹馬嚟食燭光晚餐。餐廳嘅入口唔起眼，其實喺 Hotel Balzac 正門隔離。疫情之後重遊舊地，第一眼發現餐廳室內重新裝修過，壁畫都係新嘅，令到室內光線明亮咗好多。
預之前接受訂位。多謝大家收睇，如果鍾意或者有好介紹嘅話，請留言、點讚或者訂閱。下次再見，拜拜。